新闻报媒来看两位少年家以自身带伫社会主体经验，设计一套了解社会主体多啊算，利用角色、利用辩论、利用趣味的方式，让民众更加了解什么是社会主体。为什么租金要这么便宜啊？住进来的人也不知道是谁啊。两位青年创业的少年人，用家己带伫社会主体的经验，设计出一套了解社会主体的图算，出题目，互参与者徛伫无同的立场来辩论，互大家熟悉什么是社会主体。像以前的平价住宅，或是像国宅那样，他们会以为那个是可以买卖的，然后或者是什么像海沙屋啊，一些比较不好的字眼。我们是让他们重新认识说，新建的社会住宅。它是跟以前哪里有什么不一样？赖天珠即阵阁咧读台大社乡发展研究所，伊对2年前开始注意倒位的社会主体，特别起好啊，所落来就伫附近办活动，用这套倒啊算参居民办暖，过程中嘛发现报名参加的人其实中年以上的人颠倒较侪，就是60岁以上的人，他们。有的是就是自己有房产，然后他们抱持着一个关心台湾社会发展的心情，然后来参加这个活动。然后有的是因为60岁以上，他觉得租房子的条件很困难，所以他希望可以了解更多有关社会住宅的面向。另外，因嘛发现，真侪人对社会主体的租金、甲通大的租约年限2项上挂意。有学者嘛表示，地方政府应该用租厝者的收入来决定租金收偌济，唔通阁用市场行情拍折的方式来准做租金的标准。记者陈雅文、曾佩文台北报道。